有綠葉王之稱嘅資深演員許紹雄喺2025年嘅10月26號，因為突發重症入院，當時已經要戴氧氣罩維持呼吸啦。之後嗰日，佢嘅病情急轉直下，苗僑偉、佘詩曼、吳鎮宇、陳豪等20幾位嘅娛樂圈好朋友趕住去醫院嗰度探望許紹雄。一眾演員神色凝重，佢喺26號入咗跑馬地養和醫院，好不幸喺28號嘅凌晨，因為癌症引發器官多重機能衰竭，與世長辭，享年76歲。許紹雄喺11月4號生日，許紹雄就喺佢生日之前嘅7日，人生終於畢業啦。事實上，許紹雄嘅健康狀態一早已經有啲發病嘅先兆。喺今年6月，佢返廣州嘅時候，行平路嘅時候已經開始氣喘唔舒服啦。當時佢諗住帶個女女返到去佢細個成長嘅地方，嗰度叫做許地，位於廣州。廣州許地嘅許氏家族素有廣州第一家族嘅美譽，由許紹雄嘅祖先許拜庭開始，關西許氏家族成員多數都係住喺位於廣州高第街嘅許地。許拜庭就係廣州4大鹽商之首。許家原本喺廣東澄海，移居廣州之前已經喺潮汕地區繁衍咗1000年噶啦。點解咁啱得咁巧，許家又會去咗廣州從商又從政呢？咁就要翻去清朝乾隆年間，許紹雄嘅祖先許拜庭喺廣州出世，屋企嘅長子，佢由學徒做起到自立門戶賣鹽起家。有咗錢之後，佢亦都知道成個家族要維持基業歷久不衰，一定要行求學考進士呢一條路。於是乎喺屋企呢，就建立咗私塾，仲請咗好多有名嘅老師返嚟教自己啲子侄。就喺廣州高第街嗰度買咗好多樓宇，建立成許地。許紹雄家族點解咁巴閉呢？許氏家族嘅歷史同埋國家嘅命運、時代嘅大背景關係密切。喺200幾年嚟，佢哋嘅家族喺廣州已經繁衍咗成10代啦，出過好多勁人噶，包括鴉片戰爭時期嘅領袖，亦即係許紹雄嘅太公許長光。佢曾經帶領廣州嘅士紳鄉民參與抗英運動。佢亦都曾經做過廣州嘅按察使。許紹雄嘅太公許應奎好犀利噶，做到滿清政府一品大官，亦做過閩浙總督，亦係慈禧太后嘅重臣。佢嘅祖先仲有許應榮，曾經做過浙江巡撫，亦有做過3任中山大學校長嘅教育家許崇清。許紹雄嘅姑婆許廣平係著名文學家魯迅夫人。佢叔公許崇之係國民黨元老，粵系軍閥嘅首領，亦都係孫中山嘅心腹之一，曾經一路追隨孫中山參與反清革命。許紹雄嘅叔公許崇之提攜蔣介石，仲結拜成為兄弟添。許崇智喺1903年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受訓，幾年後加入咗同盟會。喺辛亥革命嘅時候，出任福州陸軍嘅協統，參加起義，並且出任埋義軍前敵總指揮。當年仲叫埋佢嘅老頂上司福建提督孫道仁加入埋同盟會。於是乎喺1911年嘅11月，許崇智就命令義軍發射第一幕炮彈，揭開咗福建起義戰爭嘅序幕。清兵最終係打唔過佢哋啊！許崇智喺1916年同蔣介石結拜為兄弟，兩個人咁啱都係喺1887年出世。許崇智力排眾議，推薦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嘅校長。不過好景不常，
喺1925年，當孫中山逝世之後，許崇智就俾蔣介石出賣，許氏嘅官邸遭到黃埔學生軍包圍，仲奪取埋軍權，從此就展開咗兩個人之後嗰40年時敵時友嘅關係啦。丘吉爾話過，冇永遠嘅朋友，亦都冇永遠嘅敵人，只有不變嘅利益。原本孫中山走咗，中華民國嘅國民政府喺廣州成立，許崇智就被任命成為軍事部長兼廣州省政府主席，一時間就成為喺汪精衛同廖仲愷、胡漢民之後嘅國民黨領袖第4把交椅。好衰唔衰啊！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個零月，國民黨元老左派嘅領袖廖仲愷被暗殺啦。於是乎，汪精衛、許崇智、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，審查翻究竟邊個懟冧咗廖仲愷。蠱惑嘅蔣介石就話國民黨右派嘅嫌疑最大啊，用呢個藉口排擠許崇智，搞到許崇智嘅好多親信都俾人捉咗，佢自己都被逼去到上海居住，去到公共租界嗰度避避。到咗1927年冬天，蔣介石俾咗許崇智20萬旅費，就叫佢你去美洲、歐洲嗰啲地方行2年啦，之後返嚟我俾翻個位你做啦。不過過咗2年，到1929年，許崇智返上海嘅時候，成個時勢已經唔同咗啦。許崇智地位崇高，汪精衛一路喺度想逼許崇智做汪精衛政權嘅領導人，所以許崇智喺1939年由上海靜雞雞移居咗嚟到香港。1941年香港都淪陷埋啦，許崇智就俾日軍拉咗，羅伯頭起勢逼許崇智要支持汪精衛嘅政權，許崇智誓死不從啊，仲偷渡去咗澳門啦。打完仗之後，蔣介石派專機嚟到香港迎接許崇智返到南京，喺1948年仲聘請佢成為第一批總督府嘅資政。之後許崇智一直留喺香港，係國民黨要員嚟到香港必定要拜見嘅人物。許崇智喺1965年嘅1月25號先至與世長辭。許紹雄係喺1948年出世啊，所以佢係一定識得呢一位叔公，呢一位鼎鼎大名嘅民國政治家，一位民族英雄。我哋識許紹雄，佢演繹嘅人物通常都係一啲配角嘅角色、綠葉嘅角色，一啲好似小人物，或者你同我隔籬左右嘅鄰居啊、朋友啊。大家真係諗都諗唔到，平易近人嘅許紹雄家族原來係咁顯赫㗎。越有錢越有才能嘅人，真係收得越埋啊！許紹雄喺1948年出生於香港，細蚊仔嘅時候曾經跟屋企人短暫搬咗返去廣州讀小學。到咗1956年反右運動爆發，佢屋企人之後又返嚟香港生活啦。佢哋一家返到嚟香港，先係住喺紅磡蕪湖街嗰度。許紹雄之後就入讀咗九龍城嘉林邊道嘅中西英文書院。喺學校嘅時候，佢都中意去社區中心參與話劇活動。佢係信奉羅馬天主教。1970年，許紹雄就報讀咗香港商業電台嘅廣播劇《天才聽眾廣播劇》。咦，呢出廣播劇個名咁得意嘅，有冇朋友聽過啊？1970年實有啦，有嘅朋友歡迎你寫幾句，究竟呢出廣播劇係講乜嘅呢？有冇人記得許紹雄當時係做咩角色啊？佢嗰時返商台已經係揸 Benz 噶啦，於是當時一齊參演廣播劇嘅一位同事就將許紹雄改咗名做 Benz 雄啦。許紹雄話嗰時都唔係專登買 Benz 嘅，有一次早收工，咁同事黃偉呢就叫佢，喂，不如去仁孚兜個圈咯。許紹雄話好啊，去到嗰個 sales 同佢哋講，
有個客呢訂咗部 Benz 啊，過多2個禮拜就嚟噶啦。因為個客買咗部更加勁嘅車，所以就唔想要呢部啦。佢話嗰時啊，買車要等好耐嘅，難得已經有架車嚟到啦，所以佢就心大心細，問下個 sales 一個月要供幾錢到啊？佢計下條數，而家揸緊嗰部英國車都唔係差好遠啫，供個架 Benz 都係供多幾百蚊。於是乎呢，佢就決定買啦。許紹雄喺1971年諗住入去無綫電視嗰度參觀下，都冇咩好主意啊。於是乎佢就攞咗5蚊報名，加入咗第1期嘅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，順便就可以參觀下電視台啦。佢仲話自己嗰陣時個樣好岩巉嘅，冇而家咁慈祥嘅，嗰時個樣好似賊咁嘅。佢話嗰時做演員個樣要好靚啊，要靚仔靚女先做到演員噶。佢舉個例子，修哥胡楓啦，四哥啊謝賢啦，財叔張英才，冚唪唥都靚仔嚟嘅。佢就話女嘅有蕭芳芳啦、寶珠姐啦、林鳳啦，冚唪唥咁靚，佢自己諗自己點會考到啫？點知又考到喎。後尾佢先發現冇賊啊，啲茄喱啡冇個係賊啊，你似賊啊。佢就懷疑係因為咁樣。佢話佢嗰時都冇問阿後叔陳友厚噶。另一記者問阿許紹雄嗰時去考藝員訓練班，唱歌叻唔叻啊？許紹雄話唔叻咯。吓，個樣又似賊，歌喉又唔好，都考得入喎。許紹雄就話命中注定，怨不得。同許紹雄喺第1期藝員訓練班嘅同學就有蘇杏璇、金國亮、黃允財、高妙思、郭峰、趙振強、呂有慧、程可慧、陳嘉怡、關聰、劉偉文等等，仲有梁立仁。佢喺訓練班畢業之後，曾經喺歡樂今宵嗰度演出，到咗1974年都有拍過2套電視劇。而喺1974年開始，佢就無綫麗的兩邊走啦，兩邊同時都拍電視劇喎。因為嗰時電視台之間競爭激烈，互相挖角啊，真係勁啊！許紹雄2間電視台都爭住要佢。許紹雄幫麗的電視拍電視劇，由1974年拍到1978年，最後嗰出就係《浣花洗劍錄》啦。之後佢就專心返去無綫啦。佢由1971年效力無綫，直至到2018年，佢嘅演藝生涯超過50年，影視作品至少200幾部。佢演出過嘅角色深入民心。佢話自己都幾好彩啊，有時男主角做過啲咩角色，大家未必記得，反而佢做嘅配角好多角色觀眾都記憶猶新。例如喺電視劇《使徒行者》裏邊，許紹雄飾演歡喜哥，呢個角色令觀眾拍案叫絕，喺2014年榮獲 TVB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嘅獎項。另外喺電影《暗戰》裏邊，佢飾演總督察黃啟發，真係睇一次笑一次啊，真係笑到碌地啊！佢飾演嘅總督察黃啟發，令到佢入圍咗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而佢喺2013年演出《賣剩 Lady》啊，仲奪得 TVB 最佳男配角獎，成為佢從影以嚟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許紹雄同黃子華演出嘅呢一出《賣剩 Lady》呢？佢係飾演鄉善男，係香港男黃子華嘅哥哥。因為呢出戲，許紹雄同埋黃子華結成好朋友啦。另外喺電影《新紮師妹》裏邊，許紹雄飾演警官鍾樂海。喺電影裏邊做臥底嘅方麗娟，由楊千嬅飾演。方麗娟就要叫許紹雄做老豆。當時周聰就聽到許紹雄自稱鍾 Sir，於是周聰就問許紹雄：咦，你個女就姓方噶，點解你又姓鍾嘅呢？於是乎許紹雄就話啦：鍾 Sir 係我個名嚟嘅，我都係姓方嘅。然後周聰就一本正經咁問佢：請問你個 Sir 字點寫呢？情急智生嘅許紹雄
即時就設計咗一個 Sir 字中文版出嚟啦。每次睇到新紮師妹嘅呢一段，大家真係笑到碌地嘅。未睇嘅朋友快啲睇啦，真係好搞笑啊！到咗2018年嘅2月，許紹雄就退休啦，仲移民咗去新加坡添，諗住退休啫。不過佢中間都有演出一啲唔同地方嘅電視劇集。許紹雄1992年同佢新加坡嘅太太龍燕儀結婚，太太之後以49歲嘅高齡生咗佢嘅囡囡許慧清。2018年佢退休之後，用2300萬港幣買咗棟面積有4000平方尺6房嘅豪宅俾佢嘅囡囡。佢哋一家亦都同時移居新加坡義順區。只不過近年佢嘅囡囡決定返到香港發展，許紹雄就毅然放棄咗喺新加坡悠遊嘅生活，返嚟香港，仲喺2020年用咗700幾萬港紙投資佢個女喺新加坡開設咖啡店啊！佢個女返嚟香港之後，現時呢就保留住一間新加坡餐廳繼續經營。除咗許紹雄自己屋企家世顯赫，佢太太龍燕儀係出名門。許紹雄曾經喺社交平台透露，廣東4大名園之一，而家係國家級文物嘅順德清暉園，原來就係佢太太外家嘅祖業。許紹雄戲劇人生，無限嘅幽默感帶俾觀眾多年來嘅歡笑同埋娛樂。佢一開口講嘅說話看似平凡，卻有無限嘅意思。例如，當記者點算佢家族嘅背景有幾咁猛料，佢就謙稱話：我都好少同人講嘅。唔知點解大家咁犀利，知道咁多呢？佢就形容自己比起佢哋嘅祖先，真係樹大有枯枝，族大有乞兒。佢自稱自己又係枯枝又係乞兒，同佢哋真係相差好遠啊！提返佢細個，確實係衣食無憂啊！1歲就跟咗爸爸全家返到去廣州做生意，一家人係住喺高第街許地，屋企都有2個工人，一路都有工人跟住佢嘅。佢謙稱自己嘅生活同普通嘅細路都差唔多啊！細個唔識玩一啲玩具，有啲香囊啊、玉如意啊，而家呢啲物品已經放咗喺博物館，係一啲貴重嘅宮廷物品。佢話嗰時咁細個，當呢啲嘢係玩具，真係唔識噶嘛。佢亦都回想返細個嗰時非常之曳啊，2、3歲嘅時候，雖然有工人跟住，咁都可以俾成大壺熱水淥親啊，我成個左半身都淥傷晒。雖然嗰時咁細個，佢仲有印象啊。嗰年嘅天氣好熱啊，佢仲要敷住啲藥膏，敷藥膏敷到好似着住件棉衲仔一樣。因為佢爸爸識人喺外國攞到啲藥膏返嚟，咁佢先好返咋。後嚟聽返啲大人講，有啲細蚊仔嗰陣時同佢一樣都係淥一淥咋嘛，咁就瓜咗老襯啦。佢就話我命苦啦，所以捱到而家。到咗3、4歲嗰時，佢就學人撐船仔，攞張席鋪喺地下，自己揸住支竹喺度撐啊撐啊，好好玩啊。點知嗰支竹就撐到屏風上面嗰塊玻璃，塊玻璃就跌咗落嚟啦。玻璃就冇爛，不過就將許紹雄嗰塊面燙開咗啦。佢左邊面頰眼下嘅嗰笪啦，就係嗰次嘅戰績啦。嗰塊玻璃就冇爛啦，佢就爛咗啦。咁啱就喺佢眼同埋雲睛中間燙落嚟。佢話如果眼就盲咗啦，雲睛就死咗啦，又唔死得。跟住佢話：唉，你話幾苦命啊！許紹雄嘅人生有一套獨特嘅哲學啊，可能我哋覺得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，不過佢就話你睇下幾苦命。大難不死，許紹雄喺1958年跟住屋企人搬返嚟香港啦。不過返嚟香港之後，生活就唔同咗啦，因為喺廣州嘅嘢又帶唔走喎。原本爸爸係做生意嘅，返嚟香港就要打工啦。
佢就開始知道咩叫捱日子啦。不過佢話細蚊仔好易習慣嘅啫，好彩爸爸以前喺廣州都識啲人，所以返到嚟香港有間金鋪都願意賒借俾佢哋，等佢哋賺到錢之後再找數，咁樣就可以重新開始做生意啦。就係咁，佢喺爸爸嘅玉石店裏邊負責睇鋪。出身大家族，許紹雄考入去訓練班之後，仲加入埋娛樂圈。究竟佢爸爸媽媽有冇反對呢？許紹雄嘅爸爸就話啦，只要唔係做壞事就得啦。佢今日嘅慈父可能就係遺傳返佢爸爸媽媽嘅慈祥開明。好多人都想知，究竟許紹雄介唔介意佢多年以來都係一路做配角嘅呢？佢話一啲都唔介意喎，佢亦都冇諗過要去做主角。佢認為做主角好辛苦啊，真係揾自己笨啊。可能自己性格天生就係懶啦，瞓覺都冇得好瞓喎，又唔係做看更，做乜要自己咁辛苦呢？究竟介唔介意一路都係做二線三線啊？許紹雄話而家輸打贏要啊，如果嗰部戲收得，我都有份噶嘛。如果嗰部戲唔收得，關我鬼事啊，係主角嘅事啫，哈哈哈。加入無線嘅最早期，許紹雄同周潤發、鄭裕玲一齊拍過一出電視劇叫做《網中人》，佢哋兩個都成為影帝影后啦。牡丹雖好，都要有許紹雄呢一塊綠葉扶持啫。大家覺得係唔係啊？回想返當年拍攝《網中人》，許紹雄就話啦，嗰時啲演員都好 friend 嘅，同埋係好黐線嘅。下晝2點開工，大家中午12點已經返晒去餐廳啦。佢提到發哥以前同埋而家都一樣咁 friendly 啊，大家有講有笑，大家經常都喺餐廳度聚腳，收工又唔肯走啊，等齊人就去宵夜啦，好似屋企冇咩家庭溫暖咁啊。嗰時真係好有歸屬感啊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。許紹雄的確好喜歡佢嘅演藝工作啊，返工返到唔願走喎，你梗係做緊啲嘢你好中意，你先唔願走啦，係咪？許紹雄除咗同周潤發、鄭裕玲合作過之外，亦都同另一位影帝梁朝偉合作過嘅。喺電視劇《新紮師兄》裏邊，梁朝偉同許紹雄好多對手戲，許紹雄就飾演舅父東啦，就係男主角梁朝偉嘅舅父。佢讚揚梁朝偉工作嘅時候好勤力，亦都係拼到盡啊！正所謂同你扯到盡。不過私底下玩嘅時候都好識享受噶。有次梁朝偉帶埋許紹雄去香格里拉食飯，仲請埋佢添。嗰時一人一個 set dinner 好似都要幾百蚊啊！佢仲問阿梁朝偉：點解你會請我食飯呢？梁朝偉話：冇咩噶，大家傾得嚟嘛。好地地做緊無線，點解許紹雄又過咗麗的呢？原來當時佢嘅人工好鬼低啊！訓練班嗰2年好似就係500蚊一個月，之後就佢話唔記得係700定係900蚊左右啦。簽約嘅時候同佢講人人都一樣人工，點知俾佢發現，喂，有啲人人工高咁多嘅，而嗰啲人都冇咩嘢做㗎啫，又唔係啲爆鬚啊，好出色表現啊，只不過成日揸住本書懶係嘢咁睇嗰啲咩史坦尼夫拉夫斯基。佢話我都唔知呢啲係咩嚟嘅。收尾有次蔡和平話：乜你咁低人工嘅咩？唔得，要加翻人工俾你。點知講完之後，蔡和平又離開咗 TVB 喎。哎呀，咁啊冇件事啦。咁啱麗的呢，就走去無線揾阿許紹雄喎。同時就揾咗劉偉文同埋國峰。無線俾幾嚿水啊許紹雄，麗的就俾1900蚊佢，咁一個月圍起爭好多啊！佢見爭咁多，梗係去麗的啦。做咗麗的4年之後，月薪加到有4-5千蚊添。記者就問佢係咪因為咁所以即刻買 Benz 啊？佢話都唔係專登㗎，不過黃偉同個 sales 熟，佢聽到嗰架Benz原本有人訂咗，收尾唔要，咪問下咯，首期要俾幾多啊？大概1萬零2萬蚊到啦。
跟住佢發現供架 Benz 一個月千幾，而家佢供緊嗰架 Ford 都係千幾啦，爭咁少，咁不如換咗佢啦。佢話係因緣際會底下，咁就買咗架 Benz 啦。不過蠢啦，佢話嗰時廣播道啲樓一間8萬幾蚊，而佢買呢架 Benz 7萬幾蚊，所以佢就覺得自己幾蠢啦。真係唔講唔知啊！嗰時許紹雄已經落咗訂喺廣播道一沓樓，不過就未簽大契。點知第2日已經有人問阿許紹雄：喂，我俾2萬蚊你轉咗俾我啊！跟住阿許紹雄嗰時其實佢落訂都係落咗萬幾蚊啫嘛。哇，咁樣一來一回，自己有3萬幾蚊返嚟。許紹雄咪即時轉咗俾佢咯。佢亦都話：嗰陣時啊蠢啦，就係唔識得用嗰啲錢繼續去買。年輕嘅時候，許紹雄雖然就話自己唔識炒樓，不過喺演藝發展道路上面，佢覺得自己好夠運啊！又唔係主角，電影電視都唔係主角，都係二線啫。不過佢就有好多代表作，反而好多主角呢，好多人都唔會記得佢做過邊一出戲嘅主角啊！咁又係，一講起許紹雄，大家就好多嘢講噶啦。大家都會回味返佢嘅電視角色同埋電影角色，有排講都講唔完啊！許紹雄同黃子華好老友，兩個人合作拍戲嘅時候，一定會擦出火花。許紹雄話佢哋兩個好夾噶，佢話黃子華好識嘆同埋好奄尖嘅，做嘢一啲都唔馬虎啊！佢認為黃子華係有要求嘅人，唔會求求其其啊，話自己係我求其嘅啫。眾所周知，佘詩曼係許紹雄嘅契女，佢哋係由拍攝《使徒行者》呢出劇裏邊建立咗父女情噶。之後佢哋合作拍過好多出電視劇集，都係飾演父女嘅。有次拍攝《家族榮耀之繼承者》，開戲之前，佘詩曼打俾許紹雄。佢話：老豆，我呢部戲又做你個女喎。嗰時許紹雄都未答應接拍嘅。佘詩曼話：做啦。然後許紹雄話：好啦好啦，咁啊，不如我哋乾脆上契啦。就係咁，大家就結咗呢一段嘅父女緣啦。拍戲就拍過好多次嫁女啦，到佢真正嫁女嘅時候，感覺又點呢？許紹雄話：有啲人話唔捨得，都黐線嘅。有咩好唔捨得啦？有咩好呷醋啊？但係當然係開心啦。佘詩曼都提過，佢個女同佘詩曼兩個人個名係一樣嘅，都係叫 Charmaine。佘詩曼亦都盛讚許紹雄好勤力去揾錢，目的都係養家。佢係好錫佢個女嘅。許紹雄個女好靚嘅，只祝佢太太。究竟許紹雄點樣可以追到佢老婆嘅呢？佢話當年去新加坡嗰度登台，朋友介紹，所以認識咗呢位太太。哇！佢當時望到對方，哇，好靚女啊！即時已經被對方嘅美貌吸引住啦，於是就主動展開追求啦。咁許紹雄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許太呢？許紹雄就認為佢唔夠運啫，盲嘅。結咗婚30幾年，許紹雄喺事業上面拼搏，太太喺屋企相夫教子，將頭家打理得燙燙貼貼，許紹雄就可以好安心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啦。佢哋認為維繫婚姻最重要係互相遷就。當年許太嫁俾許紹雄嘅時候，已經有個幾歲大嘅細蚊仔，不過許紹雄就冇介意，多年嚟對呢位繼子視如己出。佢話我哋而家兩父子都好傾得埋噶，雖然佢而家喺澳洲，不過都經常打電話返嚟噶。佢亦都覺得同呢位繼子嘅關係幾好噶，都冇人叫佢嘅，不過佢就主動叫我做老豆咯。有關許紹雄嘅家族歷史，仲有好多好多故事未講完啊！呢集輕輕咁樣介紹一下許紹雄嘅家族背景、演藝生涯同圈中人嘅關係，以及佢屋企溫馨嘅生活。如果你喜歡呢集嘅話，請你俾個 like 點讚，訂閱唔會肥頻道，轉發呢集節目俾你中意嘅朋友知道，
撳埋個鐘仔，等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節目，祝各位笑口常開，福杯滿溢，約定你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